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汽车行业，聊一聊新能源汽车。汽车圈的麻烦真的来了，压垮汽车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恐怕很快就要出现这两天很多媒体在报道说首轮补贴资金快速消耗，多地紧急刹车，暂停汽车置换补贴，对汽车行业的补贴又少一块了。当然恐怕还有其他的补贴咱不太清楚，但是至少是这个汽车置换的补贴现在已经很多地方暂停。这个是不是压垮汽车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不好说，但是一定是稻草之一这个华夏时报报道他说近期国内汽车消费市场正迎来政策优化调整窗口期，自6月中旬起，河南郑州、洛阳、许昌、新疆、沈阳等地相继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受理汽车置换补贴申请业务。在业内看来，补贴政策调整的深层动因源于补贴资金配置效率的持续提升需求。以重庆为例，其单车最高1.5万元的置换补贴政策引发消费者积极响应，申报总量突破21.5亿元大关，展现出政策对消费升级的显著拉动效应。6到8月传统市场调整期，政策端正通过动态优化机制为下半年消费潜能释放构筑更稳固的支撑体系。补贴急刹车，具体来看，6月10日，郑州市与洛阳市商务局率先发布公告，宣告补贴系统即将关闭。其中，郑州明确于6月18日零时暂停受理申请业务，洛阳则于6月12日24时停止受理。夹在两地之间的许昌，这不就是网红超市所在地吗？也明确表示6月13日中午12时关闭申请入口。据郑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透露，此次暂停源于首轮补贴资金池的快速消耗，先到先得的原则下，资金分配进度远超预期。随后，新疆于6月11日发布公告，因补贴资金即将耗尽，自6月15日24时起暂停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政策。沈阳则在6月11日发布的公告中明确，计划自6月30日24时起暂停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恢复时间待定。值得关注的是，沈阳市商务局特别说明，此次暂停不影响已提交申请的审核日发放，但新增申请需待系统升级后重新开放。值得一提的是，此轮暂停潮早有预兆，甘肃部分城市早在5月初已全面暂停以旧换新活动，官方坦言第一批补贴资金全部用完。重庆也已暂停本轮汽车置换补贴，商务部门明确表示补贴资金已使用完毕，但透露正等待资金到位，可能于6月推出第二阶段政策。据重庆市商务委消息，第二阶段补贴方案正在调整优化，或将采用与购车价格挂钩的差异化补贴标准。据记者不完全统计，除上述地区外，惠州、酒泉等地也已暂停受理。官方公布的暂停理由高度一致，补贴资金即将或已用完，系统升级等待新批次资金或政策。真金白银的补贴在强力刺激消费热潮后，正遭遇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严峻考验。以郑州为例，6月18日系统关闭前8天，单日申请量突破1.2万份，创下政策实施以来最高纪录。政策突变在消费端引发连锁反应。郑州车主李先生原计划6月20日置换开了8年的燃油车，系统关闭公告迫使他连夜强办手续，旧车过户，新车订购，资料提交必须在8小时内完成。4S 店专门安排了值班人员协助。像李先生这样卡点操作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某品牌经销商透露，政策收尾阶段出现末班车效应，单店日均到店量激增40%。大多数顾客本身就有买车计划，在听闻以旧换新国补名额将耗尽结束的消息后，加快了看车和订车的进度。销售人员表示不过还没买车的消费者也不用担心。国家发改委明确表态，2025年国补政策全国统一截止时间12月31日，并未提前收尾，各地调整节奏不同，但政策主线不变。财政部
已预拨第二批810亿元资金，重庆、江苏等地正筹备第2轮政策。汽车分析师王坤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最近的政策调整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对消费刺激模式的一次压力测试。当补贴资金从惠普式转向精准化，市场各方面都在寻找新的平衡点，而随着第2批资金到位和政策的完善，汽车消费市场有望在政策迭代中实现更持续的增长，说有望改善乱象。在业内看来，此次国补政策在多地的紧急暂停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交织着政策落地后的结构性矛盾与日益猖獗的套利黑产冲击。重点是在套利。我们看看华夏时报它怎么说的啊？它是中央3000亿元特别国债 C 为刺激汽车消费注入了强劲动力，但资金分批下达机制与地方申报需求井喷之间的错配，以及政策执行中暴露的漏洞，正加速问题的显现。值得一提的是，围绕补贴的套利行为已非零星个案，而是形成了分工明确、链条完整的黑场。在某些二手车交易集散地，部分车商以极低价格，通常每辆仅500到800元批量收购濒临报废的面包车等老旧车辆资质，随后他们通过伪造车辆行驶证、虚构建档信息、炮制虚假交易记录等一系列违法手段，将本不符合条件的空壳车辆包装成合规的置换标的。凭借这一套操作，单台车可骗取高达1.5万元的国家补贴，并叠加车企提供的配套优惠5000元，非法获利极为惊人。这种规模化、系统化的套利行为，不仅造成了国家财政资金的巨额流失，更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对以旧换新政策的公信力构成了系统性冲击，成为迫使政策按下暂停键进行打补丁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王坤看来啊，破局首先需要完善机制。他建议建立动态资金池调剂模式，允许结余省份按程序支援缺口地区，同时构建全链条追溯系统，将车辆VIN 码、报废车辆识别代码与补贴申请人身份证、银行卡4码绑定，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不可篡改追踪。最后，培育下沉市场新动能，借鉴家电下乡经验，在县域市场推行新能源车充电桩加车位捆绑补贴，将使用环节优惠占比从当前15%提升至40%。面对政策空窗期，车企已开始寻求出路，电瓶车置换4轮车，如雅迪换比亚迪、海鸥等创新促销模式悄然兴起。然而，更大的行业命题已然浮现。当短期强刺激退出，车企如何挖掘真实消费需求？在明年补贴面临全面退坡的预期下，已被大幅透支的汽车消费市场，新的增长引擎又将何在？这个问题的答案远比眼前的暂停更牵动行业的未来神经。这是华夏时报啊，他报道的。实际上很多媒体都在报道，大家也看出来了啊，多地紧急刹车，暂停汽车置换补贴。2个原因，一个是补贴资金池钱没了，第2个原因，这钱怎么没的呢？套利。所以说啊，这个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补贴啊，应该尽快尽早叫停。你这给谁补贴呢？哪有那么大的真正的消费需求啊？所有的补贴都是让这厂商、4S 店、二手车车商，他们利用你的政策漏洞把这钱套走了。这个到底是在补贴谁呢？是在补贴消费者，还是补贴这些黑厂？所以说这种所谓的置换啊、刺激，这个钱是扔到水里去了，把大头的钱呢又这么浪费掉了，糟蹋掉了。大头的钱就这样合理合法的进入一小撮人的口袋里面，它并没有真正的到消费者手上。大家想象一下啊，0公里二手车这么猖獗，这不就是你钻你政策的空当吗？你还搞补贴，你是制造空当让人钻呢。这些专家啊建议这样，什么申请人身份证、银行卡啊，这个什么报废车辆识别代码等等4码什么合一都没有用。你把制度搞得再完善，你只要有补贴，人家就想办法去套取你的补贴。第2个问题啊，即便你这个补贴刺激了消费，那这个刺激之后呢，你这种补贴说白了就是透支嘛。本来人家没打算置换的啊，等到过2年再置换，无非他就是提前。这个对消费的刺激，对这个汽车行业有多大好处呢？这些人本来2年以后或者是1年以后再
报废，对吧？或者再怎么样的再买新车，你现在让他提前买了，2年以后他不买了，这还不是一样吗？短期强刺激退去啊，那真实的消费就会下降，真实的需求啊，它就会疲软。这跟那个房地产不一样吗？对吧？你刺激完了之后，现在你看看就是断崖式下跌。啊，这种刺激就像吸毒一样，你一旦停止刺激，这个需求就没了。你要取得好的效果，你下次还得加大刺激，最后这个钱还是流入这个不法分子的腰包啊。所以我想啊，这种所谓的置换补贴啊，恐怕很快啊就要叫停。目前啊，全国的这个补贴还有1380亿元还没花完，这个是下半年的。这个有关部门最好啊要核实一下，你这个钱刺激下去到底给了谁？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最近大家都在说这个汽车行业内卷加剧，打价格战，有关部门啊要号召，对吧？要自律，要抵制内卷。我们看看这个上汽集团乘用车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郁金明啊，他在一个论坛上说打价格战的企业，你用的是谁的钱？你用自己的钱天经地义，但是你是不是用了生态上的钱？是不是涉嫌违法？大家看视频啊！打价格战的企业，我看也没好处，对吧？看上去他还是赚点钱的，对吧？所有的还在玩的玩家应该都是赚钱的，至少你资金链没有断，还玩得下去，对吧？但你用了谁的钱？对不对？是不是涉嫌违法？你用自己的钱天经地义，你是不是用了生态上的钱？独特生态位，你用了生态上谁的钱？有没有违法行为？对吧？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啊！这总体上的观点呢，我是认可啊，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车企你用自己的钱打价格战，那是天经地义啊。但是你用别人的钱打价格战，这个恐怕就是问题。啊，最终啊，你恐怕还给社会捅个大篓子，就像那个恒大一样，最后又是大头来给你擦屁股。从这里咱们就可以看出啊，这个所谓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它到底是什么一个行业？前一阵子对吧，这些主机厂商、品牌厂商纷纷啊赌咒发誓，对供应商要60天账期。我说这是啊汽车行业的3条红线之一啊。这汽车行业的3条红线啊。实际上，就第一个，禁止占用供应商的钱，就是生态链上的钱；第二个，不让打价格战，或者就对价格战进行整治；第三个就是取消补贴。哎，这汽车行业的3条红线一旦实施啊，对吧？谁在裸泳，马上就能看出来；潮水退去啊，谁没穿裤衩子，马上就一览无余啊。实际上，这个汽车行业啊，可以说普遍的非常缺钱，资金非常紧张。一方面是因为汽车的库存太高，对吧？这个350万辆呢，而且创了新高，就这个产能，对吧？还有富裕，但同时销售不畅，到处都是骗补的，那些销量都是0公里二手车，没有几个真实的，就这数字你都没法去较真啊。我们从一个案例，对吧，就可以叫管中窥豹啊，可见一斑。前不久，对吧？济南这个最大的一个抹迪的经销商爆雷，对吧？这已经说明问题了。我们再看看，还有啊，这个凤凰网科技报道说，汽车大 V 韩露称公司坏账达4000万。这个韩露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啊，但是凤凰网科技报道的。他说6月16日，汽车博主啊什么发文称，2025年媒体同行应该控制好坏账率。他表示，部分车企给他删单多，但却是白条，天天给某些车企当马前卒，说自己都不相信的话，甚至还来喷我。完了要账的时候，你就知道厉害了。你以为喷我就能去表忠心？问题是人家给你的删单再多，最后也是白条啊，有啥意义呢？他还指出成本控制问题，称自己一直没敢租大地方，将房租控制在很低水平，但是有时间看到同行动不动大别墅、写字楼，我都惊呆了，你们真的奢侈。最后他表示，我说的都是实话，不好听，但是大家自己看看账本就知道了。而在该微博评论区，知名汽车博主韩露评论称，论坏账你们都是渣渣，我司4000万坏账你们都是垃圾。什么意思啊？实际上这个汽车自媒体啊，这个圈子啊，某种程度上也是啊这个汽车产业链上生态成员之一，也可以这么理解吧。这些汽车圈的自媒体，哎，他们会拿到这个厂商的一些费用、宣传费、
合作费、公关费等等啊，我也不太清楚。问题是，对吧？本来是这个车企啊花钱买服务，那对这些汽车大 V 来说，这叫应收账款。结果这个汽车大 V 韩露说，他们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就4000万，也就是4000万要不回来啊。这说明什么？说明整个汽车行业恐怕真的是没钱，连帮他吹喇叭抬轿子的，把这个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这些水军，对吧？这些吹鼓手，他们的钱都没法付了。这么一看的话是不是汽车行业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是不是在变盘的前夜啊？我们再看看这个远在美国的什么下周要回国的贾会计，这个贾会计他也在美国造车最近贾会计怒斥车圈3大毒瘤上热搜，也就是这个贾会计指出了这个中国汽车圈里面3大毒瘤哪3大毒瘤呢？抄袭、投放、吹牛。什么叫投放？投放就是刚才那些汽车圈的大 V， 那是投放的一部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看看这个贾会计怎么说的他说，近日贾跃亭对国内车圈的炮轰上了热搜，其怒斥的国内车圈3大毒瘤受到了不少网友的点赞。FF 创始人贾跃亭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怒斥当前国内车企乱象，直指行业抄袭、投放、吹牛式营销3大毒瘤。他表示，车企若想在全球淘汰赛中活下来，必须停止自嗨式内卷，回归价值创造，别再卷价格、卷原创力。美国市场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贾跃亭说针对国内车企内卷价格一事，之前工信部、人民日报等都公开发声，应该停止这样的行为，让企业更大的去卷产品价值等行为，而不是单纯的为了价格战而价格战。此外，针对国内车圈的乌烟瘴气，专家直言，一大批所谓的车评人和汽车博主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博主缺乏汽车行业背景，缺乏真正的工程知识，导致解读片面甚至错误。这个刚才说了，汽车博主车评人，他们现在大量的应收账款要不回来，坏账率非常高，对吧？国内这个车圈乱象，连贾会计都看不下去了。抄袭说的谁呢？投放，对吧？就靠吹就靠这个互联网营销引流。吹牛呢，那就是对吧？各种清场式遥遥领先，各种制价，出了事甩锅。中国的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尤其是造车新势力，那最擅长的就是营销。这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吧，这国内很多企业它实际上它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它也没有什么原创能力，它本质上就是营销，互联网营销、饥饿营销，靠流量，靠这种情绪价值，它不是靠产品本身。这个小米的副总裁这张建慧他发了一个微博，他说的挺有意思说的谁我也不知道。他说历史的长河从不为喧嚣驻足，唯有真理与价值终将在岁月淘洗中显露真容。这个世界是吊诡的。然后他下面说他说做销售出身的人号称掌握了核心技术，做技术出身的雷军被批只会营销，这充分体现了社会的荒诞性。倒是明星请了一堆又一堆的友商，说自己不会营销，限制自己的硬件净力，倒逼自己不断创新，始终保持昂扬的战斗力。纯纯的偏见，不仅仅是偏见，更是深层次的掩耳盗铃。是真的看不懂，还是确实学不会，还是根本不想为？这个再一次体现这个贾会计说的吹牛、投放、抄袭。这个雷军是做技术出身，这没毛病他也是码农出身嘛。但是你说技术跟技术不一样的，你给人看病、给人开刀，那也是技术对吧？你说码农也是技术，那或者你码农能给人开刀吗？能像董小姐那样吗？4+4吗？对吧？这个造车那是安全它跟那个造电脑和手机不一样电脑、手机你出问题不要紧把它摔了、扔了、丢垃圾桶、垫桌子都可以。你那汽车能这么理解吗？对吧？汽车设计的是安全所以说此技术非彼技术对吧？技术跟技术不一样，你们看你是哪个领域。当然了，销售出身的人号称掌握了核心技术，这个也比较荒诞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说咱们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造车新势力，这些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就是营销，就是吹牛，就是各种精准的分析它的人群，对吧？掌握他们的心理，然后针对他们进行营销，卖情怀这些是走不长远的，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也没有什么可持续发展这个能力所以从这个
多地紧急刹车，暂停汽车置换补贴，到这个汽车圈的这些大 V 啊，纷纷啊要不来钱，应收账款，对吧？这个高企啊，所以我去年就说了，今年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呢。这些车评人、这些汽车博主，大量的钱都要不回来，他能扛多长时间呢？对吧？再扛半年他就关门了，因为他房租要付啊，员工工资要付啊。从这些啊，你就可以看出啊，这个汽车行业的至暗时刻恐怕很快就要到来。这一场源于补贴之下的狂欢呢，恐怕很快就要结束了。好，我们这期节目啊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